早晨先生，早晨太太，我想介紹自己，我係叫 Ismina，我係印尼嚟，我今年51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女22歲，我之前喺新加坡做2年照顧小朋友，第二次我喺香港係低谷省做6年照顧小朋友，第三次我喺香港係北角做8年照顧老人家，第四次我喺北角做2年照顧小朋友，第五次我喺筲箕灣照顧老人家3個月。我識煮飯、煮餸、買餸、整潔、整衣、煲粥、煲湯，希望先生請我。唔該晒先生，唔該晒太太，再見喺香港見，拜拜。